在28日下午，本队勤务人员于观音海水浴场前方距岸约150公尺处，发现有一只鲸豚搁浅挣扎。本队接获通报后，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抢救，予以保释，并且通报中华鲸豚协会人员前往协助。那在历经2个小时的抢救之后，该鲸豚仍已无生命迹象。后续将由中华鲸豚协会予以抽样，了解死因，并且实施就地掩埋。